后来继续来看中国最近有一款变面的 App， 讲会当一秒变大明星，利用这个技术会当把咱的面甲大明星的面来相共换。也毋过，治安专家来警告，讲这种的软体掌握到咱的面的特征，上惊防提起犯罪做歹。 有很多人喜欢用手机 App 玩变脸，现在不仅可以变换照片，还可以变换成为经典戏剧中的角色。 用这款名叫“气演”的 App， 果然有真侪经典的戏剧，你会使经嵌入幽魂的王祖贤，嘛会使变成后宫甄嬛传的红袖。用的方式嘛真简单，依照指示翕一张相片传起来了 ，App 就会开始进行转换，说来你就使变成这出戏的主角。本该属于臣妾的福晋之位，被他人一招夺去。 真正有够成，不过女性就要愈注意，因为这意思就是讲，你的面的特征已经互人记录落来啊。 不小心泄露自己脸部的个资，比如说它就很像我们平常在做脸部解锁一样。事实上已经有一些民众跟一些网红哦，他们事实上的自己的脸部就被这个所谓的这个深伪技术去使用，然后被套用在一些像色情影片啊或者是不好的一些影片上面。 另外，这款 App 是由中国一间专门做电子支付相关系统的厂商研究出来。咱面各种的资料有可能变成因面部特定的资料库，并且提起卖。其实过去嘛有真侪类似的软体会使变老，是变少年，这种有老实面的特定的这个风险，提醒乡亲使用这 App 进前一定要小想一下。